这儿有俩胖子，你说谁呢？你，岁数大那胖子。啊！你找死了你！就是啊，黑脸汉呀，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，不知好歹呀。就是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？啊！姑奶奶，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？孟良是谁啊？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，是谁啊？就是在马下，你们全木客栈一起上，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。哼，明白吗？太搞笑了！别！来，乡亲们让一下啊！乡亲们都靠后，放下手里家伙，把地方都靠后，都靠后啊！靠后，靠后！走，上！怎么样？哎，让开！让开！哎，这走，走。来吧。小姐，行了，别打了，走。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？嗯，哎来看看吧。拿下了。拿下喽！好。哎呀，鬼呀！这皇上是昏庸，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，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！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，一定有用处。哎呀，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？爹，我也敬重杨家，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，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，你借降龙母，你好好说呀，是不是？羞辱您不说吧，还说什么呀？要踏平咱木客寨，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！我不教训他，他不懂规矩，我也没怎么着，我就收拾他嘛，是不是？没伤着他，没事。哎，这杨家有难处啊！这，吁！哟，你教我回马枪。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？怎么了？不教，你教不教我？不教，教我，求我，我求你，教我。教你。马枪过来。这回马枪啊，是诈败所用。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，要低要紧，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。而且，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？我知道，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。笨蛋，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。目测距离，回马枪啊，根据环境不同，变化多端。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：人伏在马脖子上，动作一定要快，但动作一定要小。看好了啊！哼，学会了吗？这挺简单的，看着我来。简单吗？来一个惊恐啊！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？不，你笑什么？再看着，再看着。先记住，惊恐状。怎么样？你觉得你做得快吗？这个不好练，太难了。你教个别的。难？你这才练了几天？我都练了3年了。孟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曾宝，木客寨里啊有个野丫头，叫穆桂英，孟叔让人给打了。什么？哎，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，不借降龙木，还撒野。我准备去禀告元帅，
派兵去征讨。哎，孟叔，你这样多丢脸啊！丢脸我也管不了了，出征需要降龙木，不能耽误事儿。不，我去制服那个丫头，让她赔礼，让她献出降龙木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宗保，你别把事儿弄大了，耽误了出征啊！啊，走走走！走，这，这。宗保，咱们真打木客栈？朝廷千万人马，几十次都没打下来，就凭你我能打下来？孟叔待我如子，他受了气，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？我就是要去看看，到底谁这么厉害，我打败他，给孟叔出出气。这。小姐来了，他们来了。瞎嚷嚷什么呀？跟个假小子似的，扫兴。慌什么呀？说吧，来了几千人马呀？你不愿意听，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。你站着！呦，人不大，脾气还见长呀？脾气大，还不是跟小姐学的？小姐，来的兵将不多，10兵2将，2兵手举2面洋字战旗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。英俊？那不是瞎扯吗？这武将脸上的里脊都是横着长的，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。哎，他是真俊，长得，哎，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。小姐看了戏，不是享人家好些日子吗？你去胡说什么呀？那个时候不是小嘛，不懂事儿。后来我一想，那也叫俊呀。那身子板薄的跟纸一样，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？哎，小姐，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。哎，那身子板可壮实了，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。哎呀，他就是猪宗保、牛宗保也没用啊！想想看，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？你别缠我了啊！算了，既然人家来了，得迎迎人家。告诉木瓜，准备好弓箭手，他若攻寨的话，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。遵命。哎呦，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瓜裂枣的喽。进啊！哎呀，快点！瓜哥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这真是热闹啊！哎，楼上听好了，小姐说了，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，就把他射于马下。瓜哥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进！快点！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？不可迎攻，我上前叫骂，叫他们出寨厮杀。宗保，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，我看叫阵还不如……那边的，哎，进不进啊？来，快点！来了！哎，你等我啊！你等我！好吧。哎，好。你可千万记住了。哎，走。哎，别！站住！你们俩哪个寨的？天云寨的。天云寨。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？我兄弟2人一直在城中读书，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，特地过来看看。啊，你们都听说了？比武都开始了，赶紧进啊！开始。这对儿长得还挺俊俏的，哎，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。对，不错，比那些什么杀猪的、宰羊的、贩牛的强多了。哎呀，这对儿有希望了。
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，我得去看看。打得好！加油啊！怎么样？武艺不错吧？各路好汉，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，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。草原，谁？给。哎呦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哎哎！哥，上来了。哎，这位壮士，你是哪个寨子的？啊？看这个，这个长得多准啊！傻小子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是哪个寨子的？可惜了，人无完人呐。哎，干爹，天人战。我给你腾地方。别，等等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小哑巴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呀！我不是哑巴，我是哑巴，我抖了！哎，回来呀！
你是哪个寨子的？哑巴。太慢了，再来。不够劲，再来。你行不行啊你？怎么那么笨呢你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刚学吗？小姐，咱俩再练一次吧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刚学吗？咱俩再练一次吧，小姐。哎呀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等等我！哎呀，再来一次嘛！切，你说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说你这个笨，应该出马一条枪，青龙300尾。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小姐怎么了？我没练好。哦，丫头，这回马枪又不是1天2天就能练成的，是吧？彩云，这就不错了。谢谢寨主夸奖。哎，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，没这么个人。那他是哪儿的人啊？我跟你说，就凭爹爹这个眼力，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。谁？杨宗保。哎，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。怪不得呢。丫头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多叫一声哥，少爬半里坡。你说你把人家孟良，扑嚓，打下马来，遭报应了吧？小姐，你看杨宗保又英俊，武艺又高强，按说正合您的意，是不是啊？去，他再好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丢什么人呢？啊！真是的，那要说丢人，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，不是？就是嘛。这丢什么呀？你输给了杨家将，那叫丢人吗？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，那我老母就一世英名被毁，没脸做人了。你这，我不管，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，我也不愿丢着人，不愿丢着脸。哎，再三说不丢脸，不丢脸，啊，待会儿再练。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，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，好不好？完了，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。你再说，我撕了你的嘴。对，撕你的嘴。你呀，说话太呛人。如果你听我劝，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，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。孟良啊，孟良，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？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，办砸了多少事儿啊？来，来。哎呦，杨公子、小王爷，哎呦，您里边请。宗保，孟叔、焦叔，哎，孟叔、焦叔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点将，来，上2套酒具，坐。来，坐。啊！你们呐，什么话也别说，每人呐喝3碗酒。侄儿遵命。哎，真喝3碗啊？嗨，来，喝，来，干，喝，来，大家一起来，来，好，来，孟叔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。你孟叔啊，遭了那丫头的调戏，这心里不痛快，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，解痛快嘛。孟叔啊，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柯寨啊？您的气啊，帮您出了，仇也给您报了。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？可不是嘛！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她的喉咙，那丫头给吓傻了。就这些啊？没别的了？没别的了。好啊！哎呀，宗保，你们既然去了木柯寨，光想着自己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？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，还有什么大事？就是教训那丫头，还有什么大事啊？
哎呀，降龙木啊，降龙木啊！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去还不如不去呢。哎，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？这。 小姐心情不错呀，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。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？哎呀，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。恐怕不是吧？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。可惜呀，杨宗保是朝廷中人。朝廷中人怎么了？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也是2个眼睛1个鼻子呀。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吧，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。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，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哦，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。这，什么呀？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？看看那些招亲的人，长得歪瓜裂枣的。 跟他们比吧，他还算凑合吧。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，便出了门。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过后一想，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？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。结果呀，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。宗保年轻气盛，他前去木柯寨，不仅降龙木拿不到，还会适得其反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 简直是胡闹！焦将军，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。末将遵令。等一下，大娘，在，你随2位将军一同去。儿媳得令。小姐，他来了。谁来了？还能有谁呀？ 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！真的？我正准备进城，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。带着人马来？带着人马来，什么目的啊？哎呀，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，要不他能来吗？是不是？彩云，采花。哦。杨梅，巧巧，你们这都干嘛呢？哎，咱们是跟宋军打仗，不是招亲。哎呀，去！哎呀，行了，去！哎呀，去！哇，木果，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？我画的，美吧？你笑什么笑呢？你个小子是！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？美着呢，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。哎呀，羞死了！哎呀，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。再说杨宗保，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？天怕那个火月，地怕黄，人怕那个老兵小样上，耗子怕猫，猫怕狗。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啦！你在这儿等着呢。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。羞不羞啊！真是。哇！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呀，还是跟我抢亲啊？小姐，看他们一个个的，
看把他们呛的，都忘记主仆了。哎，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。干什么呀？怕他们比下去啊，我就不是穆桂英了。这样挺好，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。以后天天这样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是，好。野丫头，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，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。宗保，一会儿野丫头出来，我先和她打。成。穆桂英，别当缩头乌龟！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，再不出来，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。小姐，你听这声儿，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？不过听声啊，就知道是个俊俏人，可像是叫朕。嗨，那是找借口。小姐，寨鼓已经备好。干得好，木瓜。哎，开门。哎，快开门！走，快点出来！出来，穆桂英，出来！这，走，快，站会儿，跟上，快点啊！又脏的。哎，这谁呀？怎么长成这样啊？黑了吧唧的，黑了吧唧的，太难看了。你谁呀你？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。本将军便是。你敢冒充杨宗保？快叫杨宗保出来！这就是杨将军，别有眼无珠。赶快献出降龙木，向孟将军道歉。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。看什么看？赶快下马受降，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。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，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！赵飞上，看本王爷的！啊！真打呀你！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行不行？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。住手！快住手！怎么还不快住手？穆小姐，请住手！宗保年轻，多有得罪，宗保还不快回？穆小姐，告辞。
驾！宗保，快走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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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什么眼神啊？黑不溜秋的，愣说是杨宗保，老眼昏花。我也搞不明白啊，这没变书生，早就变成黑脸汉了。找借口。那挑骡子选成马，赔掉定了呀。哎，小姐，他脸黑，可手是白的呀。那黑脸白爪那是鬼，你就找借口吧你。哎，小姐，你没发现他鼻子啊、眼睛啊都挺俊的？那有什么用啊？黑的跟煤球一样，那以后要是生孩子，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？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。哎，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，那武艺还高强着呢。听说啊，还熟读兵书。熟读兵书算什么呀？本小姐呀，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。切！为什么不让我打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宗保，那个小野丫头，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？我要是没喝酒，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。哎，宗保，我要是帮你一把，你就能擒住她了。你要是帮我，我得多丢人呐！宗保，你喝了那么多酒，还把脸抹得乌黑，哪像杨家带兵的人呢？他，就是他给我涂的，他，别指我！你是不知道，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，我是怕她看上宗保才这么做的。小王爷，您多虑了，宗保是将门之子，哪能看上村姑呢？就是，不是大娘，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？可能，但不能成为夫妻。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小王爷，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。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，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。不让进就不进呗。小王爷，听您这说法，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？傻样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，你就别回来了啊！不让回更好，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。你别臭美了，我知道你长得好看，我那是提醒你呢。你好玩，8只眼都不够呢，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小姐，一晚上说他180遍，烦不烦呢？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啦。什么呀？我吧，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，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。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，说不定他有3房4妾呢。不可能！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，绝对没有妻妾的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他那么英俊潇洒，又是将门之子，没娶，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。那更不可能。他要是定下亲了，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？他那是搅局，报复，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？即便是报复搅局，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。破嘴还真会说。着火了！门口着火了！快救火！这什么事儿啊？寨门出事儿了。彩云，点孔明灯，告诉我爹，召集人马，无需慌张。是。哎呀，着火了！快醒醒！快醒醒啊！快！着火了！快拿好兵器！快！快起来！快！拿好兵器！快！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！哎呀，别扯这些了，快穿衣服啊！快！快点！快走！谁说你快的了？谁呀？这是？谁呀？这是？小姐，你看。谁呀？这是？谁干的？小姐，我带人前去搜查。谁干的？不用。夜深了，小心遭埋伏。
爹，我看也没什么大碍，要不明天再说。对，还是桂英说的对，这怕啥呀？啊，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，是不是？嘿，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？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，嘿嘿，就这横批厉害，不怕你来。对，不怕你来，不怕你来。菜花，你光着腿喂蚊子呀？你这孩子，你就不看谁把裤子拿走了？木香，谁把裤子拿走了？花花，你的裤子肯定是在乔乔那儿。巧巧，你还我裤子！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赶紧睡觉了啊！快回去睡觉了啊！睡觉睡觉睡觉！都回去睡觉！关门啊！关门！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？不说是吧？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，今天晚上。哎呀，给我起来呀！干什么？起来！干嘛？谁拿我裤子了？真是的！后面的这边，别起来起来！别给我找裤子！谁把裤子藏起来了？谁拿裤子怎么了？就是啊，这不是裤子啊！我这么可怕呀！小小粉短裤，省钱又省布，牛起秧歌布，节气大利。走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就是啊！别动！啊！走！让开！哎，这是东西，有字儿！哎，让开！那儿，你看，怎么？天波府碧波荡漾，木柯寨野火遭殃。还有个红批，水火不容。这是骂咱的？哎呀，肯定就是啊！太过分了！爹，我告诉你，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佘太君宽厚待人，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。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，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？您知道什么呀？你又没跟他交过手。我跟他交手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多狂妄吗？满嘴的酒气。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。对，肯定是你。那你还想怎么着？你还想报复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要砌墙，先打夯。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，你就不怕上当？我上什么当啊？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，跟谁结过仇啊？就那臭小子。就是，肯定就是那臭小子，就是那臭小子。孩子，这事儿咱不能犯倔，好不好？爹，我长这么大，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。就是嘛，就是我们要报仇！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，我这脸上有光吗？你这脸上有光吗？对，报仇！嘿，看什么？报什么仇？哎，不要闹啊！麂子生狮子，狮子生麂子，杨家小子欺负我们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您就甭管了。对，走，报仇去！报仇！快走！报仇！傻丫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水火不容，哼，天理难容。宗保啊，哎，奶奶，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？